好，來繼續來看苗栗市發生一件喊谷的車禍，一台南馬空車倒彎的時陣，正邊的油壓機架突然間怎走出來，直接掃到停佇路邊的一台轎車，這個轎車瞬間變作廢鐵，加載無人傷亡。一台南馬空車路口倒滑，將我一半正邊的油壓機架撞走出來，後一秒直接插入停佇路邊的普式轎車，互轎車的車尾規台喙齒閣叫吐懸起來，車頭嘛去弄到人兜的鐵門。駕駛一看，知影代誌大條化，關警會副駕駛組落車，馬金報警察，警察來到現場處理。喊怪怪車禍，互經過的人看到，攏看甲嘴開開。你的車嗎？還是路人的車？是在附近來臨時停車的，聽說好像要報廢吧。別人兜的鐵門攏是掛著的粉架，啊那卻弄著的轎車機架直接插入後車道，正邊車頭嘛嚴重毀損，加在車內底無人，沒有人受傷就還好了。了解。然後他們也很負責任，把這些東西都弄好。車禍發生在苗栗市的這間徛家厝頭前，停在路邊的轎車是附近的民眾借停的，所以南馬空車的機架掃倒，可能規台車攏變歹鐵下。支撐架滑脫，撞上路邊停放之自小客車。又波及民宅，所幸未造成人員受傷。警察調查駕駛無酒駕，不過油壓機架無固定好勢，雄雄走出來，依法相關扣罰6000塊罰款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